些被拘留者被释放。据称，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批评下，中国当局开始释放一些被拘留在东突厥斯坦集中营的被拘留者。根据该地区的最新消息，一些被拘留者，中国声称他们已经完成再教育，被释放，但是他们没有被送到家里，而是送到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。他们在24小时监视下工作，他们只有在特许的情况下被允许每周2次回家。中国在被占领的东突厥斯坦实施文化大屠杀的同时，它的反伊斯兰教措施已经收紧。根据《突厥斯坦时报》的报道，来自中国宁夏大学的一名回族学生因斋戒而受到惩罚。在校园走廊挂墙的一份通知说，该学生因为在学校宿舍斋戒而受到纪律处分。通知说，这种惩罚是为了警告其他学生。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，伊朗不会寻求拥有核武器。同时，扎里夫还表示，美国的经济制裁是一种恐怖主义，美国的行为正在伤害伊朗人民，并且制造地区紧张局势。特朗普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东京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，我们不寻求政权更迭，我只是想明确这个立场，我们致力于消除核武器。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核紧张局势之后，两国之间可能发生战争的代价开始出现预算。据美国和俄罗斯军方消息称，美国可能需要花费大约4万亿美元才能赢得伊朗战争，并使用超过30万人的部队。在入侵伊拉克期间，美国向该地区转移了15万军队，数万名士兵从盟国进入。伊拉克入侵耗资8000亿美元，占领后的总费用估计为3万亿美元。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叙军方消息人士的话说，以色列当晚对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省一处叙方军事设施发动袭击，造成1名士兵死亡，1名士兵受伤。以色列军方表示，以空军当天空袭了叙利亚境内一处军事设施。